大家好，呢度係搖太陽粵語培訓中心，我係許老師。提高篇常用俗語短句對話第35堂課，好小理。我哋老細好少返公司，佢仲好少理公司業務。我哋老細好少返公司，佢仲好少理公司業務。我們老闆很少回公司，他還不怎麼管理公司業務。我哋老細好少返公司，佢仲好少理公司業務。有冇搞錯啊？公司唔係佢嘅咩？有冇搞錯啊？公司唔係佢嘅咩？沒搞錯吧？公司不是他的嗎？有冇搞錯啊？公司唔係佢嘅咩？梗係佢㗎啦，真金白銀投資㗎。梗係佢㗎啦，真金白銀投資㗎。當然是他的，真金白銀投資的。梗係佢㗎啦，真金白銀投資㗎。但係據說生意都係事頭婆打理嘅噃。但係據說生意都係事頭婆打理嘅噃。但是聽說都是老闆娘在管理公司。但係據說生意都係事頭婆打理嘅噃。我哋老細好少返公司，佢仲好少理公司業務。有冇搞錯啊？公司唔係佢嘅咩？梗係佢㗎啦，真金白銀投資㗎。但係據說生意都係事頭婆打理嘅噃。我老友錫個女錫到窿，對個仔呢就好少理。我老友錫個女錫到窿，對個仔呢就好少理。我的朋友非常疼愛女兒，對兒子呢卻不聞不問。我老友錫個女錫到窿，對個仔呢就好少理。老豆錫女好正常啊，但係對仔咁樣唔多聽講。老豆錫女好正常啊，但係對仔咁樣唔多聽講。爸爸疼女兒很正常呀，但是對兒子這樣很少聽說。老豆錫女好正常啊，但係對個仔咁樣唔多聽講。粵語俗語有話，仔係老豆嘅頂心杉。粵語俗語有話，仔係老豆嘅頂心杉。粵語有句俗語說，兒子跟老爸總是對着來。粵語俗語有話，仔係老豆嘅頂心杉，講係咁講啫，講係咁講啫。
講是這麼講，講係咁講啫。我老友錫個女錫到窿，對個仔呢就好少理。老豆錫女好正常啊，但係對個仔咁樣唔多聽講。粵語俗語有話，仔係老豆嘅頂心杉，講係咁講啫。部門女經理恃住佢老豆係董事長，沙塵到死。部門女經理恃住佢老豆係董事長，沙塵到死。部門的女經理仗着他爸是董事長，很霸道。部門女經理恃住佢老豆係董事長，沙塵到死。咁佢老豆唔管下佢嘅咩？咁佢老豆唔管下佢嘅咩？那他爸不管他嗎？咁佢老豆唔管下佢嘅咩？佢老豆成日喺國外，好少理個女嘅事。佢老豆成日喺國外，好少理個女嘅事。他爸整天在國外，不管女兒事。佢老豆成日喺國外，好少理個女啲事。咁都得？咁都得？這樣也行。咁都得？部門女經理恃住佢老豆係董事長，沙塵到死。咁佢老豆唔管下佢嘅咩？佢老豆成日喺國外，好少理個女啲事。咁都得？依家啲後生仔女時興唔結婚。依家啲後生仔女時興唔結婚。現在的年輕人時興不結婚。依家啲後生仔女時興唔結婚，唔知佢哋諗乜？唔知佢哋諗乜？不知道他們想什麼？唔知佢哋諗乜？佢哋就關心自己，好少理人哋嘅事。佢哋就關心自己，好少理人哋嘅事。他們就只關心自己，根本不理別人的事。佢哋就關心自己，好少理人哋嘅事。你話呢啲係時代進步呢？定係倒退啊嗱？你話呢啲係時代進步呢？定係倒退啊嗱？你說這些是時代進步呢，還是倒退？你話呢啲係時代進步呢？定係倒退啊嗱？依家啲後生仔女時興唔結婚，唔知佢哋諗乜？佢哋就關心自己，好少理人哋嘅事。你話呢啲係時代進步呢？定係倒退啊嗱？
如果你鍾意我哋呢個粵語教學系列，請點讚同訂閱。如果你有咩問題同建議，請留言。如果你想要進一步學習粵語，請添加許老師嘅微信號 JUNXU49。多謝你嘅關注同支持。